裸感无痕护垫，日日穿4件组，护垫天天穿，安心舒适一整天。好麻烦，平日久坐造成身体代谢差，生活已经离不开用护垫接住分泌物的日子，而且医师说每隔1至2小时就要去厕所换一片，每天都要随身带 N 片护垫。现在穿上护垫内裤一起和护垫说贝贝。新品护垫内裤 Plus 解决你的护垫。原本仅有 Free Size 增加至 Plus Size， 100到115公分的臀围也能穿。吸收量约6片护垫。出门不愁要带多少护垫。美型无痕，多尺寸，多颜色。让护垫内裤取代你的护垫与内裤，一起感受沁凉夏日。